嗱，近期如果你有睇電視劇咧，你一定會留意咧，有兩位藝員同事咧係演出非常之出色嘅。一位咧就係真係醜到我都唔認得嘅湯盈盈啦，另外一位咧就係哇奸到出汁嘅雙天鵝。咁今晚咧我就請到其中一位上嚟咧係大展歌后嘅，我相信佢嘅歌咧一定會俾大家有個驚喜嘅。睇睇佢就係雙天鵝，一出道立刻成為女主角，演出儂本多情同埋《鹿鼎記》，憑住多年努力，演技爐火純青。今日由佢唱出《明日話今天》。我點都要搵住你做我老婆㗎，但係個仔都買唔低。無論有幾多變遷，何必諸多掛牽？過了今天，再有一天，仲有幾個十年？願望係做個預算，夢幻係自我去變，無謂去揾嗰度你，把你欺騙。命裏係注定從前，夢境係一片污染，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。明日話今天，昨天亦提過，想到舊年更多挑戰。仍然有幾多變遷，誰知道邊一個先？這裏高山，那裏滄海，在那天邊兩天，實在係話變就變，如伏在樂趣前面，前面有千變萬化，不會睇見。命裏係注定從前，夢境係一片污染，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。明日話今天，昨天亦提到，想到舊年更多挑戰。命裏係注定從前，夢境係一片污染，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。明日話今天，昨天亦提到，想到舊年更多挑戰。唔該晒娥姐，唔該晒。姐哇，你演技好嘢，估唔到咧，你呢個歌喉都了得喎。唔係犀利犀利。嗱，最近你係又是人氣急升啦，哇！呢個二嬸就奸到出汁噶啦。出到街有冇人掟嘢啊？冇有冇人鬧你啊？而家啲觀眾好新潮㗎，佢哋哦其實都中意奸嘅人㗎。啊！啲觀眾中意啲人奸佢最多你話二嬸啊，你唔好咁刻薄啦，你啲眼神唔好咁厲害啦，咁樣咯。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嗬？係啦。喂，我真係覺得幾驚喜啊！你唱得咁好，咁你係點樣練翻嚟嘅咧？你啲歌其實都係唱得卡拉 OK 多咁咯。卡拉 OK 多，有冇正式拜過師傅啊？訓練班嗰陣時學過咯。哦，其實有好多歌星嘅朋友都教翻兩度咁。咁你中意唱邊一類或者邊位歌手嘅歌多啲咧？
都好多種㗎嗱，中意阿妹啦，又中意甄妮啦，哇杜麗莎啦，哦同埋哥哥啲歌咯。哇！嗰啲都係難度好高嘅歌嚇，咁有機會一定咧，仲要再請你唱多幾隻嘅嚇。咁而家咧，我見到咧周啟生啦同埋呂方咧就預備咗嘞噃。好，佢哋兩位咧就會為大家唱出《沙沙的雨》。